17分，那这个消防局接获报案哈，到目前为止，那造成4位市民的死亡，1位受伤。那我刚才到现场来看，蛮严重的哈。那因为这个地方人口很密集，又是商圈所以消防局在第7天就研判要加强救援，所以今天一共出动了8个分队高达70多位的这个消防同仁来救援。那初步是有听到附近的住户表示，初步有听到爆炸声。不过详细的情形还是要进行火场调查那等这个检察官还有这个火调官来调查以后才知道为什么原因发生。这个地方因为像是人口密集，而且会水又经常会这样，那以至于就是说每次在历来只要一有发生事情，就是会很严重。那刚刚有居民反映，市长有什么样的？跟大家报告一切还要再调查，因为老实讲，事情才刚发生那所以到现场还非常的凌乱。那检察官也在赶来的路上，那我们也会有这个火调官。那所以我想等各方面厘清以后那再来这个了解。那但是另外最重要，现在是对于死者家属的一个照顾，伤者的一个照顾。那死者的家属是有一部分是住在桃园赶过来的，那现在心情非常哀痛。那我们台中市政府呢会加强照顾家属，那包括他们今天如果要住宿在台中，我们会给他安置那总而言之，现在对于家属那以及伤者的一个照顾是最优先。好，谢谢大家，我们后面都小心一点现场先加，现场先小心。